年輕係由靈芝開始，揀靈芝就要揀嚟自武夷山，堅持傳承溯源嘅余人生特靈芝。孕育自福建省武夷山仿野生靈芝栽種基地，喺原生態環境下養出肉質厚、藥效好嘅靈芝，所以武夷山靈芝被譽為靈芝之聖。余人生堅持以一木一靈芝種植，令每朵靈芝吸收整段原木嘅營養。同時，余人生嚴守靈芝噴粉期頭50日嘅關鍵時機，配合專利套袋，只採集最上乘嘅頭道孢子精華，以尖端破壁技術，充分釋放靈芝孢子嘅活性成分，更易被人體吸收。嚴選珍貴靈芝精華，堅持香港廠房製作，國際權威機構認證生產過程及產品質量安全持續合規，銷售更遍及全球。堅守傳承溯源，余人生特靈芝破壁孢子專方，余人生